美洲国家组织举办义云高大师 第30多节羌佛运雕作品展。2008年4月3日，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节羌佛第3世纪实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义云高大师、仰鄂义西诺布大法王，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大活佛行文认证，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节羌佛的第3世降世，佛号为第3世多节羌佛。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来称呼了。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其名号为悉达多太子，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3世多节羌佛，即 第3世多节羌佛。从此，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的称谓已定性，而且第3世多节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以前的义云高和大师、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3世多节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但大家要清楚，除第3世多节羌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美洲国家组织举办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运雕作品展。美洲国家组织举办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运雕作品展，以美国、加拿大等34国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由该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主持开幕仪式，各国大使及美国会议员受邀出席。本报华府报道，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34个国家组成的美洲国家组织于7月28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主办一场针对各国大使及美国参众议员为主观赏的义云高大师运雕艺术作品展，由前哥伦比亚总统现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亲自主持，参观者均留下震惊性的评价，高度赞赏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为人类首次带来精美绝伦的运雕艺术，超越自然，实为佛府神功，是人类首次出现复制不了的艺术。在众人的殷切期盼下，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与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并肩，由美洲国家组织礼宾司长安娜·欧布莱恩引导进入展厅会场，义大师夫人王玉花教授及其子女紧随在后，现场立刻响起了利啪啦的掌声，镁光灯咔嚓声此起彼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在讲台前挤得水泄不通。美洲国家组织在简介中指出，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出生在中国，现定居在美国，为杰出的研究员及大学教授。义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
的运雕艺术在美国创始成功，是历史至今易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为人类创始的，是超越自然美的艺术精魂。易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所雕刻成的鹅卵石，在石洞中更有美不胜收的玄妙幻化天地，并有祥雾缭绕、妙趣无穷的气体。他是唯一能用雕刻将气体表现出来的创始人。大师雕刻的功夫使他的作品成了当今世界无法复制的艺术。大师的运雕令人心旷神怡，难以言表。无论是中国广西溶洞、卢迪岩、大峡谷、哥伦比亚溶洞等等，都比不上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的不可思议而美不胜收的雕刻艺术。无论从层次之变化莫测、色彩之富丽堂皇、造化之自然天成，都是运雕超于自然之美，实在是人间找不到的。这些绝世珍品的诞生，完全来源于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崇高的境界、渊博的学识和洞悉宇宙万物生长变化的规律。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皆由各国总统中优选出来，现任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现领导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建于易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为世界人类做出的巨大艺术贡献，因此美洲国家组织特地在华盛顿首府主办大师的运雕展览，由美洲国家联盟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 Cesar Gaviria 博士主持开幕仪式。此次展览作品分2大类：运雕原作3件神秘石钟物、高视图和弹簧块石锡及26件运雕图片的展示。凯撒·盖维瑞亚在致辞中说，易云高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是被认证的佛教大法王，在佛教中达到了至高的成就，在哲学、科学等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才有这样最高艺术境界出现，为人类带来了美好的享受，为世界人类做出了最大的艺术贡献。大师各方面的成就让我们的组织来办此展览，使我们组织感到非常光彩。千里达共和国大使马瑞纳·瓦勒瑞赞叹易大师 H.H. 第30多节枪佛的作品犹如幻化境。这种艺术的体验让人感觉这个作品的完成必定是来自于超越人类的无形力量引导住那只创作的手，创造出如此无可言表的艺术，感人肺腑。出席此次展览的贵宾：哥伦比亚卡洛斯大使、巴贝多大使麦可金、葛瑞纳达大使、乌拉圭阿尔马大使、巴拉圭崔斯大使等若干大使，个个都被作品醉迷在展厅，来回迂走赞不绝口。此外，美国众议院议员哈瑞汉走到弹簧块石锡作品前，不停地点头，口中喃喃自语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美洲国家组织礼宾司长安娜·欧布莱恩说：“当然不可思议，真令人震撼。”白宫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主席祖炳民博士说：“这是佛斧神功，这是超越自然，前无古人，没有人能够复制模仿。”他还说，老布希总统见了作品以后赞叹得不得了。贝里斯总理资政大卫说：“今天来了这么多人，个个都赞叹，个个都吃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不赞叹的。”这次的展览现场参观者众多，盛况空前，许多人围在运离作品面前啧啧惊叹，都说展览时间太短，应给以长时间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到这美不胜收的艺术。
神秘石中物缥缈云雾缭绕深不见底意云高大师 第30多节羌佛府完成的神秘石中物等雕作。神奇的鹅卵石神秘石中物，从外表上是一个几尺大的绿玉毛石，但内部却层峦叠嶂，沟网纵横，变幻神奇莫测，其结构之玄妙令人叹为观止。有些地方雾气状如薄纱，有些地方雾浓不见背景，需用防雾灯才能见庐山面貌，其韵氤氲缭绕，造化犹叹不如。历史上的雕刻家能够雕刻出实体形象或神态，但从没有人能把虚无缥缈的云雾和无形无香的气体给雕出来。易大师第30多节羌佛的作品却把气体和实体雕刻在一起，放眼一看，祥雾若隐若现，几尺方圆的顽石，令人觉得洞内有远程之遥。此一作品仅有一小洞，约莫1个半手掌大，很难想象石内世界是如何雕成的，根本没有被复制的可能性。美国威利公司林姓富人机构出500万美元预购此一作品，大师婉言谢绝。云高大师第30多节羌佛为神秘石中物赋诗所云：有时悬垂白玉沙，宫雕绝论物理情。洞中无言稀世躯，天海画景难复真。观赏此时，乍看洞内一片朦胧，雾气深锁。从石外上方打防雾灯一盏，雾气乍散，再开一盏，天地外另有天地，深不见底，见者无不称奇。华盛顿新闻7/31/2003。堂皇块石悉集各类宝石之美于一身，其神幻莫测，层次万千，带给人心灵响艳，见者只能以太不可思议、太神奇来赞叹。美洲国家组织主办一云高大师运雕作品展览，由现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又主持开幕仪式。易大师第30多节羌佛及其家人出席开幕式。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凯撒·盖维瑞亚佐与易云高大师第30多节羌佛共同观赏运雕作品。西藏来的几百人中的女活佛卓玛仁波切正在展厅向云高大法王第30多节羌佛顶礼。高士图局部从任一局部都表现出超越自然天成，意境超远。第30多节羌佛神秘石中物。神秘石中物由洞口望入，祥雾缭绕，深不可测。神秘石中物具石小口，灯光自外投入，内里沟网纵横，变幻神奇莫测。